我以前咧其實係一位記者嚟嘅。咁咧因為家庭嘅原因啦，當其時我有阿女啦，跟住我就做好多音樂嘅 playgroup。喺個過程入邊，我覺得幫到人好開心，同埋可以利用到音樂啊！音樂係一樣我細個開始學嘅嘢啦。如果我可以利用呢樣嘢成為我嘅專業，再幫到人咧，我就覺得應該唔錯。以前訪問過一位音樂治療師啦，咁我諗可唔可以讀呢樣嘢咧，做呢樣嘢咧，可以就轉行啦。所以而家嘅工作咧，都係用音樂呢樣嘢去接觸唔同嘅人，去連結唔同嘅人。好多時我哋話用音樂咧，都係一個非言語嘅媒介啦。其實就係講緊我哋用音樂去連結唔同嘅人啦，唔同能力嘅人啦，包括佢講唔講到嘢啦，佢講嘢係點樣啦。我哋可能平時我哋同人哋去溝通，我哋真係要靠個說話，係咪？咁但係如果有唔同能力嘅人出現，咁我哋點樣同佢溝通呢？音樂就係一個好好嘅橋梁，去同唔同嘅人去溝通。我喺呢個協會入邊啦，我都有接觸到唔同情況嘅智障人士啦。好多時我哋用音樂去幫助去調節佢啦，調節佢嘅情緒啦。可能佢好情緒好高漲嘅時候，我用一啲柔和嘅音樂，或者我用音樂去 match 翻佢嗰個情緒啦，我去幫助去調整嘅自己嘅情緒啦。又或者我亦都用音樂去幫助佢有表達嘅空間，因為音樂咧亦都係一個佢哋玩落去嘅過程，亦都係讓佢哋有表達嘅機會。每個人都好需要有一個表達嘅機會嘅，咁所以音樂係讓佢哋可以調整情緒啦、表達啦、被聆聽啦。喺呢成個過程入邊咧，亦都係充滿住咧同人哋互動溝通，所以亦都係一個社交，可以幫助我哋點同人相處嘅一樣嘢。咁所以整體上我哋可以同到佢哋連結，同埋幫助到中輕度智障人士。喺樂智協會入邊啦，佢哋服務嘅咧，除咗有會員啦，仲有家屬啦。所以今次呢個計劃入邊咧，我哋都有涵蓋埋家屬嗰部分、照顧者嗰部分。我哋都希望咧用音樂咧，讓到佢哋有一個時間俾自己去休息、照顧自己。同步咧，亦都有啲親子小組咧，讓佢哋咧去同自己仔仔女女建立關係，有一個共處嘅時間。所以喺音樂治療裏邊，除咗可以幫到一啲智障人士啦，亦都可以幫助到佢哋嘅照顧者啦。今日我嘅音樂咧，就係要讓大家認識音樂治療，所以我就喺裏邊咧，我就無論係有音樂嘅過程啦，講解嘅部分啦，兩樣咧我都想係融匯嘅。所以喺入邊我都好着重同佢哋之間，佢哋需要啲咩，或者佢哋當刻嘅反應，佢哋都俾翻啲嘢俾我，我又俾翻啲嘢出去。要數最深刻，我諗係近期其中一個會員嘅個案啦。我知道佢嘅性格係點，之前小組見過佢，體驗日見過佢，唯獨係未試過單獨見佢。喺裏邊雖然係其實唔夠嘅，個時間好短，但係我體驗到音樂嗰個角色啊喺入邊。佢係一個講嘅好大聲嘅一個會員啦，喺佢無論咩情況好容易好大聲。咁我喺入邊咧，其實我初頭都好緊張嘅，都諗緊我應該點樣去做咧。發現咧音樂入邊咧，好似一個器皿可以容納到佢呢樣嘢，我可以同佢一齊去大聲，我可以喺個音樂入邊讓佢去盡情去做自己。咁喺呢4節入邊咧，其實我就係陪伴咗佢去表達佢自己，佢有一個空間，佢冇對錯嘅。我哋喺入邊，我同佢同行，一齊去走過呢4節嘅時間。我曾經最初可能會諗緊好大聲，我好緊張，但係其實慢慢我同佢喺音樂裏邊 connect 咗之後，其實我發現，咦，好享受啊！過程有互動噶，雖然都係大聲並定扮爛，但係有音樂性喺入邊噶，大家有交流有傾偈，真係連結到噶。音樂就係俾到呢個機會，我同呢位會員有個連結嘅過程，同埋讓佢有表達嘅時間。社會入邊可能大家對智障人士嘅觀念可能都唔一樣，資源其實可能未必好多啦，又或者係做智障人士，可能我哋好多時會想話去改變一啲嘢，去讓佢去成為一啲嘢。但係其實可能我哋喺音樂治療裏邊嘅諗法就係，我哋可以接納佢喺呢一個空間入邊，佢可以做自己嘅。而喺裏邊，當佢做到自己之後，佢就真係真真正正有個空間，佢發現自己係被接納咯。
呢個都係好需要一樣嘢。咁所以都好期望啦，日後有更加多嘅資源喺音樂治療用喺智障人士身上。好似頭先所講，其實節數唔長，做到嘅嘢唔多，咁但係即係如果日後又可以有多啲咁嘅空間，做到可以惠及唔同嘅人，更多嘅人，咁就更加好啦。咁喺我嘅臨床經驗裏面咧，咁我就會有唔同嘅個案啦。6歲或以上攞殘疾證嘅朋友咧，其實都會係我服務嘅對象嚟嘅。今日咧，其實學習咗好多啦。特別咧透過音樂治療呢一個嘅工作坊，我哋會知道咧，其實音樂都係我哋溝通其中一個嘅媒介。今日最印象深刻咧，就係一啲個案嘅分享。其實會見到咧喺音樂嘅底下，朋友同埋屋企人咧，其實佢哋個溝通係會有因着音樂唔同旋律係有唔同嘅變化。咁喺我嘅臨床經驗裏面啦，其實我遇咗好多有失語症嘅朋友。咁呢啲失語症嘅朋友咧，係因為中風而導致到佢哋語言嘅表達能力，甚至係佢哋語言嘅理解能力咧係受損。我係希望藉着音樂治療呢一個嘅工作坊咧，去睇下有冇一啲除咗語言以外嘅方法咧，可以讓佢哋去表達自己。咁而今日參加咗呢個工作坊咧，其實咧讓我去明白到音樂唔同嘅旋律、唔同嘅律動咧，係會令到個案咧會有更多表達自己嘅空間，亦都有更多表達自己嘅方法。咁啊，呢樣嘢係希望咧可以帶翻去我自己臨床嘅工作上面。音樂治療咧，其實係可以幫到好多唔同嘅朋友啊。咁希望咧社會咧對音樂治療係有更多嘅認識，更多嘅了解。咁啊，讓我哋咧有更多嘅資源咧，可以去發展呢一個嘅服務，令到更多嘅朋友仔咧可以受惠嘅。希望大家可以多啲支持音樂治療。我最深刻係治療師啦，Joanna 啦，佢點樣用音樂做一個媒介，去令到我哋本身係好陌生嘅咁多個參加者可以融埋一齊，去可以用音樂去打破個隔閡。我以前對於音樂治療嘅印象我最深刻體會過嘅係一啲對於情緒嘅舒緩啦，係可能係一啲對於 mood case 嘅一啲應對方法啦，一啲治療手法啦。但係今次睇到好多實際應用喺智障人士上面嘅例子啊，呢啲活動上面睇得出去點樣透過音樂治療去令咁多位智障人士去做到佢哋以往可能做唔到啊，原來發掘咗好多佢哋喺音樂上面嘅天賦啊，或者我哋睇唔到嘅一啲強項。暫時音樂治療，我認為對於發掘不論係自閉症或者係自閉症以外嘅智障人士都好咧，我認為係一個好好嘅媒介去打開佢哋，令到外人可以知道佢哋未必咁容易睇到嘅一面咯，即係可以幫助佢哋表達自己，或者去了解更多呢班智障人士。